启示录第8章，羊羔开第7个封印的时，天静静约半点钟久。后来我有看见7个天使徛伫上帝面前，因有领受7支喇叭。阁有一个天使来，手提金香炉，徛伫祭坛前，领受真侪香，通甲众信徒的祈祷，做伙献伫宝座前的金祭坛顶。香烟甲信徒的祈祷，对天使的手请到上帝面前，然后天使摕香炉堆满祭坛顶的火，甲伊ฮ็落地，随时有弹雷、响声、四呐甲地动。也7支喇叭的7个天使准备好势要焚。头一个天使焚，随时有炮甲火掺火ฮ็落地，地1/3烧去，树木的1/3烧去，所有青翠的草拢烧去。第二个天使焚，随时有亲像火在烧的大山ฮ็落海，海的1/3变做灰，海泥的外面1/3死去，船只的1/3损坏。第三个天使盆，随时有一粒大粒星对天顶落落来，亲像跌倒的火把，落伫1/3的江河，甲所有的水泉。这粒星的名叫做苦兄，1/3的水变苦，真侪人因为这个水死去，因为水变苦。第四个天使盆，日的1/3，月的1/3，星的1/3。拢受攻击，直到日、月、星的1/3变暗，日是1/3无光，暝是嘛1/3无光。后来我看，有听见一只伫空中在飞的鹰鸟，大声叫讲：惨啊！惨啊！住伫地上的人惨啊！因为其他的3个天使，得要分喇叭啦。